家好，我係一 A 班嘅顏靜，今次係我第一次參加遊學團同埋去北京，所以我覺得額外興奮。鍾意行山嘅我最深刻就係爬萬里長城。之前喺圖片同影片就睇得多，原來親身去到現場嘅感覺係咁震撼，連綿不絕嘅長城，完全望唔到盡頭。如果有多啲時間，我真係想上多幾個烽火台。香港嘅故宮我就去過好多次，原來真正皇帝住嘅宮殿係咁宏偉，入邊用嘅一磚一瓦一木都十分講究，真係令我大開眼界。行程中令我十分回味嘅，仲有煙袋斜街食嘅羊肉串同埋冰糖葫蘆，真係諗起都流晒口水。喺呢度我想再次感謝學校俾我參加呢個北京交流遊學團，同埋多謝林老師嘅照顧，更加要多謝何老師幫我影咗咁多靚相，我會好好珍惜呢段回憶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